大家好，歡迎你收睇菠蘿仔講故事。今日要講嘅故事係三隻小豬。從前有三隻細細隻嘅小豬，佢哋離開咗媽媽，決定自己起屋住，開始新生活。媽媽同佢哋講：記住啊，唔好偷懶，要起間堅固啲嘅屋，唔好俾大灰狼吹走啦。三隻小豬齊齊答：知道啦，媽媽。大豬最懶，佢話：我唔想浪費咁多時間啦，用啲草紮間屋就夠啦。好快，佢就起好一間草屋，仲得意洋洋咁話：咁樣最舒服。二豬稍為勤力啲，佢話：草屋太唔安全啦，用木頭好啲。咁佢就用木條起咗一間木屋，外表靚啲，堅固啲。三豬最老實，佢話：我哋要防大灰狼，梗係要起磚屋。一早砌好屋嘅大豬同二豬仲笑三豬好蠢，話佢日日搬磚、砌牆、抹水泥。不過勤力嘅三豬依然非常努力咁，默默去砌好佢心目中理想嘅屋企。終於三豬起好一間又靚又穩陣嘅屋。有一日，大灰狼嚟啦，佢肚好餓，聞到小豬嘅味，流晒口水。佢行到草屋前，對大豬講：小豬，小豬，開門啦！大豬驚到躲埋喺屋入面，答：唔開，唔開。大灰狼冷笑：唔開，咁我就呼呼吹走你。呼一聲，草屋被吹散晒，大豬即刻逃去二豬嗰度。大灰狼又去木屋門口，佢再講：小豬，小豬，開門啦！大豬同二豬一齊講：唔開，唔開。大灰狼深呼吸，呼呼，木屋都被吹冧咗。兩隻小豬嚇到死死下，快快跑去三豬嘅磚屋。三隻小豬關好門窗，大灰狼又嚟咗。佢一邊笑一邊講：你哋以為磚屋我吹唔甩咩？睇我嘅厲害！佢吸咗一大口氣，呼呼呼，但係磚屋紋風不動。佢吹到臉都紅晒，氣都喘晒，磚屋仲係穩穩陣陣。大灰狼激氣到爆炸，決定爬上屋頂，落煙通入去。但係三豬早有準備，佢哋喺爐下面燒滾咗一大煲水。大灰狼跌入去，哎呀呀！佢即刻跳起身逃走咗，仲以後都唔敢返嚟。三隻小豬終於安全啦。從此以後，三隻小豬快快樂樂住喺佢哋嘅磚屋入面，日日都開心咁唱歌、煮嘢食，過幸福生活。大豬同二豬都向三豬道歉，佢哋都學識咗一個重要嘅道理：勤力同用心，先可以保護自己。偷懶，最終要付出代價。所以，小朋友，你哋都要繼續努力，唔好偷懶啊！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又或者你覺得呢個故事講得好好聽，不如俾個 like 同埋訂閱菠蘿仔講故事，鼓勵菠蘿仔繼續講多啲故仔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！